咁嚟到咧 Homework 6嘅第4題啦，咁呢度咧就問你咧，究竟以下邊一個組合咧嘅臨界角係最大啊？好，我哋望一望先嗱，咁今次咧佢哋全部嘅組合咧都係咧個交界面都係某一個特定嘅介質，譬如水、玻璃、寶石、鑽石，就同埋空氣去比較嘅，同空氣去比嘅，好嘅空氣。好啦，咁所以咧今次用嘅公式係邊條咧？就呢條嚟嘅，揾個臨界角 critical angle C 就會用呢條 C 等於 n2 除 n1，n2 除 n1。嗱，咁我先講過啦，其實就唔使驚話咧會代錯 n2 n1 嘅，因為你記住，總之你代錯咗嘅話咧，其實你係計唔到數㗎。如果你倒轉咗嚟代，你係計唔到會出 math error 㗎。咁所以咧就唔驚代錯嘅，係驚你唔記得條式啫。嗱，咁今次呢個係咩咧？嗱，睇翻書，呢個其實 sin C 等於1除 n。係啦，如果將1擺喺上面就計到㗎啦。好啦，咁我咪試下咯。所以 A 嗰個啦，個 sin C 係乜咧？1除1.33，再呃 sin 呢一個 A 嘅嗰個答案就係 sin C 等於1除1.33，所以 C 就等於48.7啦，48.8。去到 B 啦，咁又係咁做嘅啫。其實 sin C 等於1除1.50，咁個 C 咧就1除1.5啦，咁啊再呃翻 sin 俾佢啦，咁揾到咧就41.8。好啦 ，C cat sin C 等於1除1.77，咁個 C 咧就等於1除1.77，跟住再呃 sin，呃 sin 即係 shift sin 啊，咁34.4。到最後啦 D 啦，就 sin C 等於1除2.42，咁1除2.42啦，就再呃 sin，咁呢個咧就係24.4。咁所以而家問你啦，就係究竟邊個臨界角最大咧？咁個答案咧就係 A，就係48.8嗰一個。好啦，但係呢度你要知道啦，咁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，我問題轉一轉，我係問你邊一個嘅交界面係最容易產生全內反射 （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）。如果問你呢樣嘢嘅話咧，個答案咧就會變成 D。點解啊？因為我哋話過啦 ，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全內反射。佢需要符合兩個條件嘅，上堂成日講㗎啦。佢符合兩個條件就分別係第一個，一定係要由慢去快嘅，你要確保佢係屈離開發線 （bend away 個 normal），佢係屈離開發線。好啦，第二樣嘢啦，我哋確保咗佢係屈離開發線之後咧，就要揾埋究竟佢咧隻角度啦。咁點樣判斷佢有冇發生全內反射啊？就係睇下佢隻入射角 （angle of incidence） 係咪大於個臨界角 （critical angle）。咁今次如果臨界角係越細嘅話，你嘅入射角咪越容易大過佢咯，所以你咪越容易發生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咯。咁所以咧，今次臨界角最細嗰個咧就越容易發生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啦。咁臨界角最細係邊個咧？就係鑽石。咁所以咧，佢咧就係最容易發生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嘅嗰個介質啦。